人生业界消息来关心歌手李玟杀上新的歌，即届找大北的歌叫郑子琪替写歌，搁再邀请演员柯伟玲，也有张瑞佳，伫 MV 内底播一对男女朋友，本来汤干蜜甜，落尾因为冤家到册，唱脆心软。柯伟玲伫内底播6场好的戏，逐场拢放声好甲乌天暗地，互李玟嘛看甲感动甲对咧目屎流目屎滴，两个人互相安打对方，讲是感情真好的姊妹伴。 天后李玟出新专辑，甲失恋的心情唱出来，佮找柯伟明甲张瑞佳来扮 MV 内底男女主角。这回搬分手了后的心情，和女主角柯伟明哭甲目屎咪咪流，啊柯伟明的表演嘛，和李玟看甲目眶红。我们如果真的再这样看下去，他真的会哭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笑着，哦，对，他笑我。 就惊天后李玟嘛做伙哭，柯伟明调工 NG， 互气氛变甲无遐尔悲伤。其实今年6月，柯伟明有去听李玟的演唱会，嘛是迄届讲新一届的合作。下了李玟佮变做主持人，要求男女主角回答问题。What do you do when you break up？ 我会选择旅行，就让自己放空，然后回到自己生活的就是节奏里面，是让自己更难过，就是去转移我的就是注意力。失恋要安怎恢复？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方法。啊，李玟嘛用伊的歌声来甲大家安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